5月22號 BBC 有篇好長嘅評論文章，呢篇大概1萬字嘅文章當中有一句講到，根據一個最新嘅英國人口調查，英國喺2025年有17%嘅人口並唔喺英國出生，相比起2014年嘅13%高咗3%。連左交到上太空嘅媒體 Economics 經濟學人亦都講到，英國過去20-30年嘅移民政策喺經濟上帶嚟巨大嘅成功，喺政治上帶嚟巨大嘅災難。97年5月當選嘅英國首相貝利亞上任之後，就極力推廣歐盟東擴，而終於喺2004年歐盟多10個東歐國家加入，而導致大量嘅東歐移民人口湧入英國。呢位一直叫英國人民張開雙手擁抱接納移民嘅佢，亦都提到，對於嗰啲對大量移民湧入英國提出質疑或者焦慮嘅人，標籤成為種族主義者係一個巨大嘅錯誤，完美示範乜嘢叫做覺今是而作非，打倒昨天的我。由支持無限接收移民到最近嘅訪問中提到，移民必須要進行有效嘅控制，先至能夠達到最好嘅效果。完美咁首尾呼應咗英國現任首相 Keir Starmer 喺5月12號嘅演講中提到，英國唔能夠變成 Island of Strangers。至於好多香港 BNO holder 都講到，如果真係10+1嘅話，好多香港人會走，留低嘅市場空缺又點樣填補？其實工黨同保守黨已經一早留有後着。最近英國先同歐盟簽訂嘅一系列嘅 trade deal， 包括出賣英國嘅漁民 fishermen 之外，同英國移民息息相關嘅就係呢個歐盟英國嘅 Youth Mobility Scheme， 即係話兩地英國以及歐盟係能夠容許對方嘅18到30或者到35歲嘅人士去到當地工作或者學習。呢個移民計劃就係話將佢哋嘅移民人數控制喺每年7到10萬之間，而且簽證上限係4年，即係話佢哋唔能夠申請對方嘅居留簽證或者護照。用中共嘅防疫口號係呢個簽證係可防可控，能夠有效控制到移民人數，唔俾出居留以及填補巨大嘅市場空缺。呢個計劃預計會喺2026年嘅年頭開始實行，完美咁填補咗如果真係由10+1而離開嘅 BNO holder 留低嘅市場勞力空缺。有趣嘅係，提出呢個計劃嘅正正係給予 BNO holder 嚟英國嘅保守黨政府。辛偉誠喺2024年落台前嘅幾個月就提出呢個計劃，而由工黨最近呢2個月實行。換言之，要控制移民已經係英國朝野嘅共識。好明顯見到呢個英國歐盟年青人互換計劃係個 Working Holiday 嘅加強版，佢可以有效咁防止到嚟到英國免費讀大學嘅人士，亦都可以阻止到呢班過嚟攞福利嘅人。其實佢橫計掂計都係呢個計劃俾無限咁俾移民過嚟着數。英國政府應該見到好多過嚟拗着數嘅移民，並唔包括香港人，但係其實佢見到好多過嚟英國幾年攞到護照就走嘅呢班人，佢非常之唔歡迎，所以係一直收緊英國嘅移民政策，想呢班人自願走，而唔需要浪費佢哋英國政府嘅福利以及政府嘅資源。嗰班嚟到英國淨係諗住拗着數攞福利又冇建設嘅人，過嚟係做啲乜嘢，亦都唔好當英國政府係傻嘅。英國政府其實一切都盡在佢嘅計算當中，而且你喺人哋嘅主場，佢哋嘅移民政策想點改就點改，佢話唔俾你就唔俾你，等於英超嘅球證，佢話12碼就12碼，佢話點就點，明明唔係越位，佢話係越位，根本佢最終解釋權、決定權喺佢手上。我哋又可以點樣？就係做好我哋自己，點樣融入呢個社會，點樣去 contribute 我哋嚟到移居嘅呢個城市、呢個國家，先至係我哋嘅王道。希望大家一切順利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下期再見。